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在座的常住法师，今天早上好，阿弥陀佛。离我们世界活动越来越接近了，师父越来越忙碌了，也没有时间来给各位大家介绍一些非常重要的学佛观念。今天刚好还有一点点时间，师父跟各位报告一个公案，是师父看到以后，我心里面毛骨悚然呐，胆战心惊呐。为什么？因为就告诉我们大家要爱惜生命呐，千万不要践踏自己。这个题目叫做亦真亦幻呐。是真的，也是虚幻的。那么，这个公案发生在天台山宽广寺里头，有2位出家法师，本来是同参道友啦。后来，其中有一位因为某种事故，就坠入石梁的桥下往生了。有一天，另外一位法师正在打坐入定的时候，看到已经死的这位法师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于是恍恍惚惚之间呢，便跟着他走出去了，来到这个石梁的桥畔。突然之间，那一位已经死去的法师一跃而下，另外那位法师吓了一跳，连忙趋前往下一看，只看见桥下一片血肉模糊啊！已经死的这位法师呢，后来竟又恢复了原形。他就说了：“我每一天都要受一次这样痛苦的煎熬啊！”这个时候，入定当中的那位法师心里为之一震，他就赶快出定了。这个故事很简短，但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意外猝死的或者自杀身亡的人，每一天都会在同一个时刻忍受临死之前那种锥心刺血的痛苦啊！而且人死后的灵魂，他的感觉是特别的敏锐啊。因此，每天重演一次的这种剧痛，比临终的时候还要强大数百倍、数千倍以上。所以，你能想象那些亡魂所受的痛苦，那种惊恐与无奈吗？太悲惨了，太悲惨了！每一个自杀的人都一样啊，很懊悔自己用这种愚蠢的方式来了结一生。其实，当你内心因为痛苦难耐而萌生寻短的念头的时候呢，一方面自己会因为钻牛角尖而使得心结越缠越紧了；二方面，你累世的冤亲债主更会专挑这个时候来报仇雪恨了，而一再加深你意识上的无助跟混乱，并一步一步的强化你自杀的念头。于是你会感觉内在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拉，似乎一直在催促着你去行短，以解脱这种痛苦啊！所以，我们每一位莲友啊，都要深切的体会往生了之后那种痛苦、那种黑暗、那种折磨，不是3言2语就可以解释得清楚的。如果你发现了你的亲友或者是你本人内心之中自杀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甚至于已经感受到那股无形的力量在蠢蠢欲动的时候，你应该要赶紧的觉醒过来，换个环境，或找个人聊一聊，或者一心来祈求佛菩萨带领你离开这些苦难等等，以免被这些恶鬼或者冤亲债主得逞啊！各位，我碰到好多的个案哦，很多人一旦被你的冤业缠住了之后，他神魂颠倒，六神无主，讲话口不遮掩。我在很多地方都碰到这种个案，很悲惨。唯独我就劝导他：你跟着我念佛，眼睛看着师父，不要东张西望，好好的跟着我念佛。一念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子，各位念出来。我要他大声的念，他大声一念出来，各位那个亡灵马上说：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你不要再念了。好，我对不起，啪一下就离开了。所以这个名号的光明，名号功德的威力，名号对众生的救度，各位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完全依阿弥陀佛的愿力跟慈悲所完成的这个6日名号最殊胜、最圆满的功德。只要你愿意相信，不要怀疑，好好的持念，那你在生的时候保护你自己，
过世的时候能够安然自在，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符合这个题目，就是你万一内心当中有一些黑暗思想，你赶紧念佛，自然能够跳脱，能够超越，不被这个东西束缚住。所以师父在这个地方奉劝所有的广大十方众生啊，你们要谨记在心，在你心情郁闷、在烦恼、摆脱不掉这一种痛苦的时候，赶紧念佛，赶紧念佛。师父是出家人，我们语重心长的把阿弥陀佛对众生的关怀，透过这几句话来提醒大家，希望我们不要自绝于入啊，无论如何的痛苦，你都要把它超越。你自己本身没有这个能耐，你就要好好的念佛，你就能够跳脱，能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彻底的解决。今天把这个问题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大家报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